快看，知道这什么车吗？大 G， 落地价就要200万，咱们干1年买不了人家一个车轱辘。这不是苏氏集团的总裁苏婉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您是徐望川？哦，我是。您是？太好了，终于找到您了，徐总，跟我走吧。徐总，你是在喊我吗？这里除了您，谁还叫徐望川啊？我是叫徐望川，不过我就是个卖场面的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您有所不知，您大伯是世界首富，可是很遗憾，前段日子他刚刚去世，按照遗嘱，您就是继承人。美女，我就是个卖场面的，其实兜里也没什么钱，你也不必要花这么大功夫来骗我。哎，这张卡里面有1000亿，是您大伯留给您的。您如果不相信，可以去银行查询余额。美女，我没时间陪你玩游戏，我这还得做生意了，请谅解啊。保存好黑卡，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。我叫苏婉，随时等您召唤。喂，老头儿，准备回家呀？儿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接我回家吗？别叫我儿子，因为我马上就不是你的儿子了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给我儿子找了个新爸。他是谁啊？雪莉，你这个废物丈夫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阶级差异。跟他在一起，你永远脱不开身。离婚吧，只要你离了，5000万的投资，我立马打到你公司账户上。徐望川，我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远丰集团的总裁，身价过1000万，而你只会守着你这个破摊子，你能帮上我什么呀？我都不好意思带你出门，我嫌你丢人，明白吗？好啊，你们2个这奸夫淫妇！我不希望你妨碍我发展事业。徐望川，如果你还有良知的话，这份离婚协议签了吧。你跟我离婚了，可不要后悔，不要跪着求我。我求你一个卖炒面的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这话说出来，你自己信吗？离婚就离婚，到时候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徐望川，你不是很有本事吗？那好啊，离婚之后，车子、房子都归我，你没什么问题吧？雪莉，你有点欺人太甚了吧？我不是来跟你打商量的，我是来通知你的。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赶紧从家里给我搬出去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我们走。再见了，老头儿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还好意思回来？雪莉都跟我说了，拿着你的行李，赶紧给我滚蛋！我姐说了，从今往后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窝囊废。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拿着你的东西滚蛋！滚滚滚！王雪莉，你前脚找新欢，
臭小子把我扫地出门了，你可真够狠的呀！你还好意思说我姐？你要不要点脸呢？像你这样的窝囊废，要是换到别家，早就把你赶出去了。我们家让你在这白吃白喝了30年，已经够对得起你了。白吃白喝？那我这30年的工资都给谁了？我在你们家这30年，你们给过我1分钱了吗？别净扯那没用的，拿着你的行李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不用你们说，我自己会走。我现在看见你们就觉得恶心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。你徐望川要是能让我们王家后悔，我王少坤就是条狗。我呸！赶紧滚蛋！这里不是叫花子该来的地方。好。银行？这里是银行？这张卡里面有1000亿，是您大伯留给您的。您如果不相信，可以去银行查询余额。我是来查银行余额的。我是来查银行余额的。您好，我办理什么业务？我要查询余额。徐望川？怎么是你呀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哎，这也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。我也是合法公民，凭什么不能办理业务？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啊？我要查询银行卡余额。你兜里有几个子儿，你心里没点数啊？是不是雪莉跟你离了婚之后，你故意来找我茬的？人家雪莉选择更好的男人是人家自己的选择，跟我可没关系啊！赶紧来个人，我要办理业务。哎呦，马小姐，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呀？我这就去给您安排。明明是我先来，你凭什么先给他办？懂不懂先来后到？你们银行怎么回事？这种流浪汉也能放进来？看来我要重新考虑考虑，还要不要在你们银行办理业务。不好意思啊，马小姐，我这就去处理哈。徐望川，你要闹还要找雪莉闹去啊！你再不走，我喊保安了。我是来办理业务的，我怎么什么走？这是至尊黑卡。这是至尊黑卡。至尊黑卡？不可能！至尊黑卡至少要银行存款1000亿才能得到。你一个流浪汉怎么会有这种卡？一定是你看错了。徐先生，我方便看一下您这张卡吗？这就是至尊黑卡，没错啊。不可能，至尊黑卡在整个海城都不会超过3张，你怎么会有？一定是假的。我劝你啊，最好好好核验一下。徐先生，我需要过去核验一下，这件事情毕竟事关重大。随便。好，二位请稍等啊。你说你仿造个钻石卡、金卡也就算了，竟然敢仿造至尊黑卡，哼，真是愚不可及。那个女人跟我无冤无仇的，应该不会骗我吧？你这张卡是假的，伪造这张卡可是犯罪。假的？不应该啊！你也不瞅瞅自己什么德行，就你也配拥有1000亿存款？你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伪造银行卡也就算了，名片你也敢伪造？苏婉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那是北城苏氏集团的总裁，一代商业女皇，
就你也配拥有他的名片？徐董，您终于想我也不想给你打电话，但今天有人说这个至尊黑卡是假的，你为什么骗我呀？什么？骗你？哪个混账说的？徐董，您在哪？我在 INT 银行。刚好我离得不远，我马上过来。居然连至尊黑卡需要特殊密钥识别都不知道，还当什么业务员？看我不撕烂他的嘴！哎呀，行了，假名片也拿了，假电话也打了，赶紧走吧。你演的不累，我看着都累。你急什么？苏婉马上就过来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人呢？就你一个电话也能让苏婉赶过来？你以为你什么德性啊？真是让人笑掉大牙！我苏婉到了，我看谁要笑掉大牙！我苏婉来了，我看谁敢笑掉大牙！苏婉见过徐董。什么？徐总？他是徐总？徐总，他们两个你想怎么处置，都看你的心情。算了，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让他们走吧。正好我有点事想问你。啊，好。佳慧，喂，雪莉啊，你那个废物前夫1000亿啊！哎呀，佳慧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那个徐望川呢，他真的就是个废物。他跟我结婚，他除了会吃软饭，那就是会摆地摊儿。他怎么可能会有1000亿呢？你真是。哎，郑佳慧啊，你是上班闲的没事干，逗我们玩呢？那个废物要是有1000亿啊，那我就是李嘉诚了。要不你帮我去打听一下？我真没骗你。这个佳慧，哎，别管他，这个丁佳慧啊，就是闲的没事干。咱们呀，喝咱们的。哎呀，你怎么不信我呢？哎呀，急死我了！徐董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？我姑且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但你之前说我大伯让我继承他的财产，那他都有什么产业啊？海城最大企业，市值1万亿的盛世集团已经全资被徐董收购了，他的股份已经全部转让到您的名下，而且您明天就可以到集团进行交接了。这个呢，是象征董事长身份的扳指。你是说海城最大的企业盛世集团？是的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了。海城所有人都知道，有一位神秘富豪收购了盛世集团。3天之后，我将召开董事会，到时候会向海城所有名流公布您的身份。我还要到集团处理一些事情。这个是徐东给您的车。到时候王雪莉和汪荣泰也会去吧。王雪莉，你为了区区5000万就要和我离婚，我希望到时候你不要后悔。喂，你说什么？什么？盛世集团易主了？你明天就过去盛世集团，带上我们汪家的传家宝千年灵芝，献给那位大人物。海城这是要变天了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和对方搞好关系。我们汪家能不能上市，就看这一次了。是，马上备厚礼。是。盛世集团一旦变动，整个海城商界都将随之巨变。属于我的机会终于来了。
徐总，属下马上去接您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没想到曾经遥不可及的盛世集团，现在是我的了。哎呀，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海城第一大窝囊废吗？哦，被雪莉给休了，没人养你了，所以来盛世集团找工作了。跟你什么关系？徐望川，我们离婚之后，你找工作是正常的，也是应该的，但是你不应该来这儿。盛世集团的确是在招聘保安，但是年龄要求不超过30岁。你也不撒泡尿，好好照一照，你配来这儿当保安吗？谁说我是来这里应聘保安的？王雪莉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的事情轮不到你干涉，你也不配干涉。徐望川，我有说错什么吗？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要学历，你有文凭吗？要经历，你有工作经验吗？不当保安，难不成你还想应聘盛世集团董事长的位置吗？像你这样的废物，我远丰集团都不会要你当保安，更不用说是盛世集团了。雪莉说的没错呀，我们汪家可是盛世集团的御用合作商，要不然你求求我，我去给你说两句好话，给你找一个打扫厕所的工作。这个呀，好像没有年龄限制。你还不赶紧好好谢谢汪总，能在盛世集团扫地，那不比你天天出去卖炒面风吹日晒好得多吗？这么好的事情，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吧。我徐望川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，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。徐望川，你不用在这儿跟我装了，我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跟你复婚。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，绝对不可能。我是身价1000万的总裁，而你只是个卖炒面的，你只会拖累我，明白吗？第一，我来盛世集团并不是跟着你。第二，我徐望川来这里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第三，你们两个碍到我眼睛了，现在可以滚蛋了。你们两个碍到我眼睛了，现在可以滚蛋了。你简直是无药可救！哎，等会儿，你说什么？你来盛世集团有事儿？像你这种垃圾也能和盛世集团扯上关系？哦，对了，你不会是来收废品的吧？垃圾收垃圾，哎，还挺配的呀。徐望川，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要脚踏实地。跟我离婚之后，恐怕你连挣口饭吃都很难吧？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你，没想到你却狗咬吕洞宾，还不领情。聒噪！你们几个蠢货，是你们自己滚，还是我找人把你们扔出去？你是离婚离傻了吗？这里可是盛世集团，你哪里来的胆子，敢在这儿放肆？汪总，徐望川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好啊你竟然敢打我！我今天就打断你的四肢，拔了你的舌头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来人，有人在你们盛世集团的地盘闹事，拨闹！谁呀？吵什么吵？哎，王总，这就是你们盛世集团的待客之礼。他竟然敢打我，还不赶紧把他带出去！盛世集团无关人员禁止入内，请你马上离开。真是什么人都能来盛世集团的地盘上，呸，真恶心！你确定不问我身份就要把我赶出去吗？你确定不问我身份就要把我赶出去吗？嘿，你一个卖炒面的能有什么身份？看到没？这儿的保安都是你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。不瞒你说，整个海城都要匍匐在我们盛世集团的脚下。到了这儿，是龙你也得盘着，是虎你也得趴着，更何况你不过就是一条狗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徐望川，从前
别人看在你是我王雪莉丈夫的份上，多少还给你几分薄面。但是现在，你只不过是一只人人都可以随手捏死的蚂蚁罢了。你还不赶紧给汪总道歉，我也好帮你求求情，不至于让你缺胳膊少腿什么的。苏婉，你赶紧下来。哎呦，徐望川，你连装逼都不会啊？你知道苏婉是什么人吗？她可是北城苏家的大小姐，苏家幕后的掌权人。她22岁就带领苏家跨入国际，一代商业女王的名字从你嘴里吐出来，简直就是对她的一种侮辱。苏婉，她可是我的偶像啊！不过她一张照片都没有流传出来过。真是不知道，这个小小的海城究竟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？哼，传闻中啊，就是这个苏婉收购的盛世集团。他调查的倒是挺仔细，可惜了，实力不够是硬伤。等我把我们汪家的传家宝献给苏总，我们汪家就能和盛世集团达成深度合作，汪家上市指日可待。而你，永远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，而你，永远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。那想必日后汪家就要飞黄腾达了，以后还要靠汪总多多提携呀。好说，好说。蠢货！盛世集团不会跟这些素质低下的垃圾合作。还等什么呢？动手啊！动手！把他的腿打断，给我丢出去！住手！王经理，刚才就是这个人在地盘闹事。王经理，是这样，我是来给苏总送传家宝的，这可是汪家世代相传的宝物，还望您啊，待会儿见了苏总，帮我多多美言几句。你们在这里闹事，惊扰到苏总，负得起责任吗？这个卖场面的废物，在盛世集团的地盘闹事，刚刚还大言不惭地命令苏总让他下来。这位是盛世集团市场部王经理，临死前你能见到这样的大人物，也算是你死而无憾了。徐望川，你已经叨扰了苏总，你彻底完了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你自寻死路，我也救不了你。您就是许望川先生，我是苏婉苏总派来接您的，请。您就是许望川先生，我是苏婉苏总派来接您的，请。哎，王经理，他就是一个卖炒面的废物，怎么可能会认识苏总？他肯定是骗你的，请相信我，他一定是骗你的。没错，王经理，我能证明，实在是家丑不可外扬。但是我真的不想欺瞒您，此人正是我的前夫，对于他，我是再了解不过。王经理，您可不能糊涂啊！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不知眉高眼低的东西，你被开除了。王经理，你凭什么开除我呀？你凭什么？我可是为了集团尽心尽力啊！来人，拉出去！王经理，王经理，盛世集团有这种素质低下的合作商，我很心痛啊！你以后盛世集团不欢迎王总，你就不要再来了。王经理，你确定要这么维护他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盛世集团的御用合作商，为了这么一个人，驳了我们汪家的面子，恐怕不好吧？汪家算什么东西？你汪家80%的收益都是从盛世集团挣的，一旦终止合作，汪家将立即破产。哎呦，王经理啊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请饶我一次吧。哎呦，我不会说话，我罪该万死，求求你，就放我们汪家一条生路吧。盛世集团不与素质低下的垃圾合作，从现在开始，立刻叫停盛世集团和汪家的所有商业合作项目，无论是正在进行的和已经筹备的项目，全部叫停。汪家别想再从盛世集团赚走1分钱。
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说这种话？老子今天要是不打死你，就不姓王。你竟然也敢对徐董不敬！盛世集团刚刚易主，恐怕你这个市场部经理的位置也摇摇欲坠了吧？刚刚还编了一个苏总让你来接他的谎言，也不怕苏总听见了治你的罪。我看你们呀，还是好自为之吧。你，哎呦，苏总啊，您可来了！哎呦，刚刚王伟说呀，您认识徐望川这个废物。徐总，抱歉，徐总，我是苏总的秘书，特意请您上去。不是，你们盛世集团这人脑子都坏了吗？认一个废物当座上宾？你算了，不与这些蠢货论长短，我们走。王总，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呀？一个废物而已，还能翻了天不成？只是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手段，巴结上了王伟罢了。我们这就去见苏婉，把王家的传家宝献给他，得到了他的青睐，王伟在我面前还算个屁呀！没错，盛世集团刚刚易主，想必内部系统也要经历一次大换血。王伟这个市场部经理，到时候一定首当其冲。等我去见完苏婉，非弄死那个废物不可。董事长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您的私人秘书了。你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直接向我吩咐。因为您大伯的命令，我只能在董事会上公布您的真实身份。他说这样您可以看清身边人的真实面目，所以今天就先委屈您了。进。苏总，汪氏集团的汪荣泰和远丰集团的王雪莉求见您。我们盛世集团是不会跟这些素质低下的垃圾企业合作。徐董命令就是我的命令，去吧。请你出去！出去！起来！你他妈一个小保安也敢跟老子这么说话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盛世集团的御用合作商，也是来给你们苏总送宝物的。你在盛世集团面前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们董事长说了，盛世集团不和素质低下的垃圾合作。什么？王总，他说的怎么和刚才徐望川说的话一模一样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徐望川，是不是因为你？因为你这个乌鸦嘴，害死老子了！你还是留点力气，想想王家破产之后，你该怎么办吧。出去！放下！出去！汪总，这下怎么办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他妈的，我们就在这等着，过不了多久，徐望川那个废物也会被赶出来。啊，您慢走。徐望川怎么可能买得起那样的豪车？难不成他真跟苏婉有什么关系？如果这是真的话，我和他还没有领离婚证呢。怎么可能啊！你别忘了，你和他结婚这么多年，他要真的认识苏婉那样的大人物，你不早就知道了？没错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不过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？难道他偷了你的钱？这成为首富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当然是换房子了。离了婚，连个住也不行。哎妈，那不是姐夫吗？什么姐夫？你姐跟那个窝囊废已经离婚了，证还没有领吧？这车少说也得1000万呢。什么？走，跟我进去看看。
许先生，在这上面签上字，这房子就属于您的。谢谢你。许先生，这是您的房产证。好啊，你被我女儿休了的废物，把钱给我交出来！什么钱？姓徐的，你装什么糊涂？你哪来的钱买车买房？肯定是偷我姐的。你哪来的钱买车买房？肯定是偷我姐的。没错，自从跟我女儿离婚了以后，你还敢花我女儿的钱？我从来没有花过王雪丽1分钱。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问。妈，既然这吃软饭的这么不识趣，那咱们就自己搜。没教养的东西，你妈不愿意教你，我亲自教教你。你敢打我？我可是你小舅子。我之前念在你是王雪丽的弟弟，你在外面犯了错，我替你背的锅；你在外面欠的赌债是我帮你还的，而你整天只会对我冷嘲热讽。现在我跟你姐离婚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个畜生！我早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了，现在敢欺负你小舅子和亲丈母娘了你！把房产证还我。不还，这是我们的，是我们家的房产证。对，还有外面那辆车也是我们家的。没错，房产证在我手里就是我的。怎么，你还敢想从我手里抢不成？房产证在我手里，房子就是我的，难道你还敢抢不成？我给我姐发过信息了，她马上就过来，看我姐来了怎么收拾你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把房产证还我。徐望川，你偷我的钱买房子买车，怎么？现在难不成还要对我妈和我弟动手吗？王雪丽啊，我真是奇了怪了，我什么时候偷你的钱了？你凭什么说我偷你的钱？我刚刚已经去查过了，我账户上的钱全部不翼而飞，不是你偷的，还能是谁？徐望川，我可告诉你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现在再偷我的钱，那就是犯罪，懂吗？我已经报警了，你要是现在把钱拿出来，再向我妈和我弟道歉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姐，就是他偷了你的钱，我要让他给我跪下磕头认错。没错，废物，给我跪下！真是可笑！你们家的钱丢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王雪丽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动过你1分1毛，你敢摸着你的良心说吗？那又怎么了？你不花我的钱，不是应该的吗？王雪丽呀，你真是让我感觉到恶心，你们全家都让我感觉到恶心，一堆垃圾！你个畜生！你现在敢对我们大吼大叫了你？赶快给我跪下！跪下！警察先生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偷了我姐的钱，快点把他抓起来！像这种人就应该枪毙，好好收拾收拾。真相我们会调查清楚，你们只需配合我们工作就好。就凭你们，也配让徐董下跪？这个女人好美，她是谁？我去，竟然有比我姐还美的人！王女士，远丰集团总裁王雪丽，徐董前妻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说徐董偷你的钱吗？没错，他买房子买车的钱全都是从我这儿偷走的，一定是。据我调查，您的资产只有区2000万左右。没错，我女儿可是元丰集团的总裁，身价过千万，可是这种废物能比的？2000万，让这废物挣10辈子都挣不到吧？既然如此，那便真相大白了。王女士丢钱一事和徐董无关。王女士丢钱一事和徐董无关。这位女士，我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来历，但是你说话是要凭证据的，不是随随便便说几句话就能扭曲事实的，你懂吗？这很简单，徐董在门口停的那辆车价值1500万，你舍得买吗？你说什么？1500万？
许先生刚才要买的是我们天府1号的别墅，大家应该听说过它的传闻吧？它是整个海城最高级的别墅，价值5个亿。5个亿！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呢，要买5亿豪宅的人居然会偷区2000万。王女士，不是我看扁你，就你那些资产，都不够徐董花的一个零头。这些事实和证据，不知你满不满意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跟我离婚之前就是个卖炒面的臭屌丝，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一定是你们请的演员，对不对？一定是。这些事就和您没有关系了。我好心的提醒你，你弟弟上周刚刚欠下赌债2000万，在昨日刚刚还钱。你的钱去哪里？应该问问他。你的钱去哪里？应该问问他。少坤，我的钱是你偷的。姐，我没有啊。警察同志，我要状告王淑芬女士和王少坤先生涉嫌对徐总敲诈勒索，金额高达2000万元，这些都是证据，我们不接受调解，直接起诉。姐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爱赌博，欠下赌债，我要是还不上的话，他们会杀了我的。姐，你快救救我，我不想坐牢啊！女儿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我可是你妈呀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呀！徐先生，这是您的东西，谢谢您，警察同志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姐，快救我！少坤，姐，快救我！姐，徐望川，你故意报复我是不是？就因为我跟你离婚，你就要把我妈和我弟全部送到监狱里去？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啊！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啊！那是他们自找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不是他们来烦我，怎么会到监狱里边？这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徐望川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我妈和我弟。好了，我说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跟我离婚了？原来是巴结上了这个女人。这位女士，我可要提醒你一句，你可千万别被她给骗了。她就是个吃软饭的，一点本事都没有，跟我结婚过日子就只会洗衣服做饭，就是个窝囊废。我和他的事情就不劳烦你费心了，你弟和你妈还等着你去救呢。徐望川，我们才刚离婚，你就跟这个女人混在一起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有良心吗？渣男！王雪莉，我倒是想问你，我们还没有离婚呢，你就跟那个汪荣泰搞到一起，你有良心吗？你对得起我吗？我那都是为了我的事业，我跟你可不一样。徐董，希望您不要怪我自作主张啊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你怎么找到这里啊？我来找您商量事情啊。那我们走吧。董事长，盛世集团正在筹备一项斥资30亿的欢乐谷项目，需要您确定一下开发地点。就这一片吧。好，那我马上去安排拆迁事宜。哦，对了，海城和建筑相关的企业都在争取这个项目，楼下聚集了很多人，您要不要去看看呀？不用了，这件事呢，就交由你全权处理。是。那后天董事会一是公布您的真实身份，第二就是确定和欢乐谷项目的合作伙伴。可以。小芳，你说这次我能成功吗？这盛世集团才刚刚易主，就抛出了一个30个亿的大项目。如果这次我们能跟他们成功合作的话，哪怕是抠一点边角料下来，那我们也是赚的呀。王总，咱们远峰集团的实力啊，这盛世集团一定能看到的。
如果这次咱们能跟他们成功合作，那我们远峰集团就一飞冲天了。许望川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呢，跟我都跟到盛世集团了。许望川，你已经跟王总离婚了，我知道你很不甘心，毕竟王总呢，现在可是身价1000万的集团总裁，而你啊，就是一个卖场面的，事实就是这样。我劝你呢，还是早日认清现实为好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来这儿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我跟你复婚吗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不可能。我是想说，我并没有跟着你，你自作多情了，这样很可笑的。还不承认是吧？自从我们离婚之后，你就处处找我麻烦，先是找了一个女人陪你演戏，然后又是把我妈和我弟弟送进监狱。你做这一切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让我跟你复婚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们王总呢，马上就要和盛世集团合作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整个海城都要仰望他的身姿。以他的实力啊，注定是要站在万人之上，受人敬仰的。再看你，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，根本配不上他，只会成为他的累赘。你们也是来谈欢乐谷合作的？你还真是居心叵测呀！调查得如此之深，怎么，你想来搞破坏不成吗？我告诉你，许望川，你做人可以没本事，但是你不能龌龊。今天你就赶紧把你剩下的东西给我搬走，要不然我全给你扔了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。看见他我就倒胃口。王雪莉，董事会上你就会知道一切了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苏秘书，怎么了？徐董，刚刚远峰集团的总裁王雪莉打来电话，她要求5000万的合作份额，不知我们同意吗？答应他们吧，就当做是给他和儿子的补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会在董事会上宣布此事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麻烦你去警局说一下，把他妈妈还有他弟弟放了吧，不要难为他们。毕竟我以后再也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了。会。好的，徐董。我发现您和王雪莉女士的离婚证还没有完全办理，需要我帮您吗？不用了，这件事我自己处理。徐望川，你不会是对他余情未了吧？这一次，看来我必须要帮你一把了。徐望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让我今天来收拾东西走人吗？汪总都已经告诉我了，就是因为你得罪了盛世集团，所以我们上一次才像那样被别人赶了出去。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，我跟他们的合作都要作废了。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就那么相信那个汪荣泰的话？我不相信一个能帮我的汪总，难道我要相信你一个窝囊废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连累了我，所以我才只能去求汪总。你知道这对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吗？我现在是盛世集团董事长，有我在，你谁都不用求。你不是一直想参加盛世集团董事会吗？我可以帮你。这是盛世集团董事会的邀请函，你跟孩子可以一起去。盛世集团董事长，你怎么不说你自己是玉皇大帝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骗我，是不是？徐望川，你知道外面都是怎么说我的吗？
他们说我王雪莉嫁给了一个废物，我跟你结婚，你毁了我一辈子。我现在要跟你离婚，你还要继续连累我，是不是？徐望川，你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污点。你凭什么拿我的照片？凭什么？你根本不配！我们离婚证还没领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想用这种方法让我不跟你离婚，是吗？我们离婚吧。你要跟我离婚？离婚协议我已经签了。你不是一直想参加盛世集团董事会吗？我成全你，你跟孩子可以一起去。本事没见长，撒谎的水平，你倒是越来越厉害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。我本来打算在董事大会上向你彻底坦白，现在看来没这个机会了。既然你这么想跟我离婚，我成全你，我跟你一起去民政局把证领了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来喽！老公，这么大的蛋糕，来，啊，还有帽子啊，真漂亮。李欣，来，我们吃蛋糕。好啊。花脸猫，花脸猫，老公。哎。哎呀，我也变成花脸猫了。老公，你说我们能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吗？当然会啦。徐望川，你知道外面都是怎么说我的吗？他们说我王雪莉嫁给了一个废物，我跟你结婚，你毁了我一辈子。我现在要跟你离婚，你还要继续连累我，是不是？徐望川，你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污点。你凭什么拿我的照片？凭什么？你根本不配！王雪莉呀，30年了，我们之间的感情真是个笑话。徐望川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不再是夫妻了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也不想再看到你，更不希望徐晨宇有像你这样一个撒谎成性的父亲。我希望你以后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，离我和我的儿子远一点。雪莉，我来接你了，咱们走吧。哟，这不是大废物吗？你终于有自知之明，肯离婚了。雪莉，再过段时间就会嫁给我，而你这种废物，连参加我们婚礼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这后半辈子呀，估计是要打光棍了。估计是要打光棍了。徐总好。徐董。徐望川，你这搞的什么鬼啊？徐董，这些呢都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未婚妻人选，这次可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别再把榆木当成珍珠了。徐望川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些女孩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故意来气我的吧？王女士，如果你想来喝一杯喜酒，
我们徐董自然是欢迎，不像有些人小门小户出身的，抠抠搜搜。我可是汪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你敢骂我？你他妈的还像不像活了？你竟然敢打我！汪氏集团算什么东西？你这婊子！到此为止，我们走。我早就说过，你配他高攀。真该死，气死我了！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等我查出来，一定让她生不如死。还有这个徐望川，以为请了一帮演员就能压我一头？哼，他还演戏演上瘾了，还徐董，我呸！真搞笑。汪总，你说这盛世集团的邀请函能造假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盛世集团的邀请函是盖有特殊红章的，是伪造不出来的，而且一般人也不会去伪造它，因为只要被查出来，就会被盛世集团永久封杀，以后永远都翻不了身，和死了没什么区别。可是，刚才来接徐望川的那辆车，车牌号好像就是盛世集团的。徐望川，我就知道，你果然是在骗我。什么盛世集团董事长，你就是个骗子！雪莉，你别急，明天四海董事会的邀请函我已经弄到2张，明天我就带你一起去函。果然，嫁给好的。董事长，为您举办的董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你好，请出示你们的邀请函。请进。你好，请出示你们的邀请函。徐望川，你们2个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，真是找死！真是有病，非要挨一巴掌才老实。你又打我！对徐总不敬者，掌嘴！臭婊子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！徐望川，你找死啊！放开我！董事会即将开始，禁止喧哗，否则将取消资格。算了，王总。徐望川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难道你还是不死心吗？而且今天这个场合，你没有邀请函是进不去的。今天可是盛世集团为新一届董事长举办的董事会，你们2个废物，一个卖炒面的穷鬼，一个不知名的贱女人，哼，他们俩估计连邀请函长什么样都还不清楚呢。估计连邀请函长什么样都还不清楚呢。对了，徐望川，难不成你要用2个假的邀请函来糊弄人吗？你觉得盛世集团的人会让你进去吗？这是董事长亲自签字的特级邀请函。什么？董事长签字的特级邀请函？是的，而且亲自签字的邀请函只有2张，请吧。你怎么会有特级邀请函？还给了这2个废物？你知道特级邀请函意味着什么吗？只要得到它，
我们想跟盛世集团合作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可是，这是徐望川给我的。这是徐望川给你的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他要是有这种邀请函，怎么会给你啊？徐望川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我现在对你这么陌生？你到底还隐瞒了我什么？我是徐望川，一直都是。本次董事会由盛世集团召开，盛世集团在前不久刚刚易主，想必大家都很好奇，盛世集团的新主人会是谁？太好了，我这一次终于能看到苏婉了，她一直都是我的偶像，真是个奇女子呀！就是不知道得是什么样的男人，才配得上做她的夫婿。苏婉能从北城来到这儿，说明她在海城啊，一定是相中了什么东西。只要我们能够跟上她的步伐，想要得到钱，那还不是轻轻松松？自从苏婉22岁接管苏氏之后，她的投资就没有一次是失败的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说小小的一个海城，到底哪里吸引她过来？反正我爸来之前特意嘱咐过我，一定要和他打好关系。王家能不能上市，就看他了。徐望川，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今天来参加董事会的都是海城商界的大人物，还有来自北城的苏婉，你最好不要在背后给我惹是生非，要不然你还是会连累到我，明白吗？她不是王总的窝囊废前老公吗？看来呀，王总是对前夫旧情未了呀，盛世集团都舍得带他来。得了吧，肯定是王总看他可怜，想要带他出来见见世面。这个废物呀，怕是被苏董事的名号吓得腿软了吧？你这个贱女人，你笑什么？有请苏婉女士上台。你就是苏婉？没错。你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？抱歉，让你们失望了。盛世集团董事长另有其人，而我只是他的秘书。能让商业女王苏婉做他的秘书，这董事长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汪氏子孙德行有失，理应当罚。别孙玩意儿！你在外面给老子闯什么祸了？现在盛世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封杀我们汪家，你到底在外面得罪谁了？爸，这和我没关系啊，是苏婉她。什么？苏婉你也敢得罪？今天你不求得她的原谅，你就等着汪家破产吧！完了，那就全完了。王雪莉，现在你可后悔？徐望川，我有什么可后悔的？你根本不必为了报复我而故意去接近讨好苏婉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。是，我知道，我跟你离婚，你恨我，但是我并不认为我这样做有什么错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婚内出轨到底是我的错了，是吗，王雪莉？够了！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如果你真的尊重我，你就不应该带着别的女人到我面前来耀武扬威，你就不会对我做这种事儿。尊重你。那汪荣泰呢？我们两个还没有离婚呢，你们两个就婚内厮混在一起，你有尊重过我吗？徐望川，总之我是为了你好。苏婉那样的女人，你是把握不住的。你们两个之间的差距，那就是天壤之别。她对你只不过是玩玩罢了，你居然还当真了。王雪莉，能不能改改你那个脾气？你凭什么高高在上的看不起我？自从我们结婚之后，你就变了。你为了工作废寝忘食、趾高气扬的，
结了婚，我对你变得非常陌生。徐望川，你非要在这种场合说这些话吗？我就是想问你，你为什么高高在上的看不起我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看得起你？你看看在座的所有人，哪一个不比你更有本事？我是远丰集团的总裁，苏婉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代商业女王，更不用提像是盛世集团董事长那样神仙级别的人物了。你们之间的差距那就是云泥之别，你跟在座的所有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，你懂吗？下面我宣布，盛世集团董事长徐望川先生徐望川，他是董事长。王女士，我早就说过，你配他高攀了。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，他是假的。王伟，他是假的。王经理，你说什么？各位，我是盛世集团市场部经理王伟，在他俩身边潜伏了不少时日，终于搜集到了证据。我指证许望川冒充盛世集团董事长，带走。是。就你董事长，你也配？我呸！徐望川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承认自己的罪行。我不想让徐晨宇以后背上一个诈骗犯儿子的称号。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但是我希望你能负起责任，给儿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。盛世集团董事长扳指在此，我看谁敢造次！盛世集团董事长扳指在此，我看谁敢造次！这可是盛世集团董事长才有的扳指啊！扳指都出现了，看来这董事长的身份没错了。哇，难以置信，他居然真的是盛世集团董事长。那既然他已经和王总裁离了婚，他单身我也单身，那我岂不是还有机会？徐望川，你真是病入膏肓，无可救药了。死到临头了，你居然还能拿一个假扳指来糊弄大家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没错，我希望大家呀都擦亮眼睛，不要被这个骗子骗到。他骗人成性，不知廉耻，毫无下限。所以，你是想用这个扳指来证明你的身份？这是不是你偷的？你怎么证明这不是你偷的？你怎么证明这不是你偷的？是啊，破卖场面的，你要怎么证明这个扳指是真的？我看这个扳指啊，就是你仿冒的。各位，我在盛世集团足足20年，老董事长的扳指我是再熟悉不过，这个呀，就是个假货。王经理是看着盛世集团壮大成长起来的，他说的话呀，准没错。就是，还敢冒充董事长？我看他是收废品的吧？什么破铜烂铁也敢捡过来冒充至尊无上的董事长扳指？我看呐，这个徐望川就是想在前妻面前显摆，让前妻回心转意。只不过王经理识破了他的阴谋，直接带着警察过来了。你们，哎，警察叔叔，快把他抓走吧！这种人呐，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，简直脏了我们的眼。就是啊，再说了，我们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，论秒算的，赶紧把他抓走，真晦气！住手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喂，赶快给我一份董事长和老徐总的 DNA 检验报告，我要3分钟以内拿到。这是海城最权威的 DNA 检验报告证书。
这下他妈全完了。DNA 鉴定报告，就这玩意儿，随随便便造出假来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王伟，说大话之前要掂掂自己几斤几两吧。苏婉啊，苏婉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为了你这个姘头，还是很卖力的呀。演戏演全套，你演技可以啊。就是啊，又是扳指又是 DNA 的，你们的道具还挺丰富呀。老子差点就让你们两个给骗了。老徐董遗嘱在此。兹证明徐明阳在我离世后，盛世集团董事长之位由我的侄子徐望川继承。这好像真的是老徐董的字迹啊！原来老徐董是早有安排呀，倒是我们愚钝了。你真的是老徐董的亲侄子。徐董，这一切都是王伟教我干的，我求求你，饶我一命吧！我求求您了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家庭没了，我就全完了。王荣泰，你想要一个机会吗？想，徐董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这个机会，下辈子给你。公开。这位警官，我这里还有一份资料。王伟是吧？你涉嫌诈骗、行贿、受贿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逮捕了。不是警官，是不是哪里弄错了？证据确凿，还想抵赖？带走！是。不是，警察先生，肯定是哪里弄错了。我一直都是良好公民，你不能寒了公民的心。有什么话回警局说。我恨你们，你们等着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带走。坐。对不起，汪川，我错了，之前是我一意孤行，是我执迷不悟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其实我是一直爱着你的，汪川，你知道的，我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但是我真的是爱你的。王雪莉，我之前说了那么多，你一直都不相信。我说我能帮你，但是你什么都不肯听我的，你竟然找汪荣泰来羞辱我。我们早已经分开了，不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王川，是我错了，王川，我错了，我们需要谈谈，王川，我们谈谈吧，我们和好吧，好吗，王川？王川。就算你不为了我着想，你也要想一想我们的儿子。儿子不能没有爸爸，而且我还爱着你啊！我们和好，只要我们能和好，一切都能回到原来的样子的。你也是这样希望的，不是吗，望川？我们和好吧，望川，我们回家吧，我们一起回家。回我们自己的家。王雪莉，你醒醒吧，我们早已经分开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任何联系。为什么我当初那么傻？王川，你别走！王川，我爱你，你别走！忘川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。我愿意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说这个呀？可是我离婚了，还有一个孩子。没关系，苏婉，这都不是问题。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感情可以慢慢培养，我也会做个好爸爸，照顾好我们的孩子。走。爸
爸爸，都怪你，早上都睡过了，你怎么比我还懒？晴晴，爸爸困啊，别批评爸爸了。再说爸爸衣服没换，就陪你去办转学手续了。别生气了好不好？等这学期你给爸爸考个年级第一，爸爸给你买个大礼物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，爸爸？不过像我这么聪明伶俐的学生，考个第一还不是轻轻松松。但是爸爸，你能奖励我什么呀？爸爸奖励你去吃大餐，好不好？好，吃大餐，吃大餐。走，咱们去看看咱们订的学区房怎么样。你可听好了，今天咱们楼盘会来一个大人物来提房子，你身为领班，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。要是惹得这个大人物不高兴的话，我拿你试问，听见了吗？明白。没接通，算了，咱们啊还是直接进去吧。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没看到这是顶级豪宅静兰湾的销售处吗？闲杂人等不能进，请回吧。我们是来提房子的，不是闲杂人等。两个保安兄弟，我今天带我女儿来订房子的，麻烦让我们进去吧。你是不是叫徐望川？老李，你认识他？岂止是认识，我还是他家炒面的老顾客呢。哦，原来你就是个卖炒面的呀。你胡说，我爸爸可牛了。可牛了，望川老哥，难道你的炒面发财了，开分店了？老哥，不管你卖的是炒面还是炒饭，这都不是你能带孩子进的地方，赶紧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。我跟你们售楼部常总监联系过了，今天是来订房子的。我去，好像是真的呀，连常总监的印章都有。我看看，这好像还真是。但是不应该呀，你这打扮真不像是什么大人物，倒像是个街溜子。管那么多干嘛？现在可以进去了吧？现在可以进去了吧？对，两位叔叔，现在可以让开了吧？我们要进去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大中午的，你们俩怎么是吵？队长，这对父女拿着常总监开的提房许可证，说来提房子的，要进去，您快来看看吧。这个是假的许可证，你们是他妈瞎吗？这都看不出来，真的假的分辨不出来？假的？今天常总监刚通知下来信息，说是要接待一位大人物来选房子，让咱们打起12分精神。而你这个土不拉几的家伙，应该是通过什么渠道偷听上来内幕消息吧，伪造许可证来骗房子吧？队长，你这话点醒我了，他是个卖炒面的，通过给楼盘送外卖的机会，可不就能听到这些事情吗？对呀，他就是一个普通卖炒面的，结果来到他不该来的地方。对呀，他就是一个普通卖炒面的，结果来到他不该来的地方。老哥哥，回去就好好卖你的炒面，好不好？别在这给我们找麻烦，这样大家都省事。至于你伪造许可证这件事，我就当没看见。你们简直是太欺负人了！这个提房许可证分明就是真的，结果你们非说是假的，竟然还拿来当卫生纸！你们就不会想想，万一这个是真的，你们不就完蛋了？小姑娘，就凭你这废物爹，还能拿到真的许可证？那我儿子还能住皇宫呢？开什么玩笑！真是狗眼看人低。说什么？我说你们售楼部的保安太没素质了，该换血了！你他妈的！老哥，我们队长已经网开一面放你一马，你别不识抬举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好吗？老东西，你要是再胡搅蛮缠，我可就真不客气。既然你们不让进，那我就找常总监给我一个说法。你真认识常总监？
你真是常总监！你们俩可被这土包子给骗了。常总监在本地可是知名的高端房企总监兼教育专家，但凡家里有孩子，谁没听过他的名号？倒是你在这扯虎皮拉大旗，真以为我们几个兄弟好糊弄？队长说的没错，你要是有本事联系总监，老子今天就从你裤裆底下钻过去。要是你真的联系不上，那可是寻衅滋事了。除非你从老子的胯下钻过去，不然就要报警抓你们。爸爸，常总监接电话了吗？接呀。老弟，是钻过去呢，还是蹲派出所？钻！去忙吧，记住，一定不能怠慢。你敢让那位大人物不高兴的话，我就让你滚蛋，绝不留情。是。那我去接待今天新调过来的高总监，去忙吧。这是徐总联系我了。喂，徐总，你和女儿到了吗？兄弟，选好了吗？钻！当着孩子的面，真有脸呀！那又怎么样？你哪有办法吗？真搞笑！喂，十分抱歉，徐总，我刚才在开会。你和你女儿到了吗？已经到了，不过现在什么？徐总，你只管说就行。只是你门口的保安觉得我的订房许可证是假的，而且擦了鼻涕。这会儿呢，打算带我跟我女儿去警察局呢，你看怎么办吧？什么？徐总，你把电话给那几个看大门的，让我跟他们说。常总监要跟你讲两句。你这演戏还有模有样，连假常总监都安排好了。喂，你个死骗子，敢冒充我们常总监，你不想活了吗你？李一航，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，还阻拦了售楼部的贵客，你他妈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常总监，都是误会，不是你想那样的。不好意思，真对不起。别给我扯没用的！你现在立即让徐总和他的女儿放行，办完之后滚到我办公室结算工资。你和门口那2个保安全都滚蛋，你们被开除了。队长，真是常总监打来的。混账！你2个真是把老子坑死了，我恨死你们！许先生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给常总监美言几句，我要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呢，真的不好意思。那么我问你，我凭什么帮你？你们不是让我爸爸钻裤裆吗？还钻吗？刚才都是你出馊主意，你还钻？都是你出馊主意，你钻！不是他来钻，是你来。我钻，麻烦你给常总监多美言几句，让我们留下这份工作。我钻，麻烦你给常总监多美言几句，我要不留着这份工作养家糊口。许个。我们都是出来打工的，都不容易。您大人有大量，钻完之后，你可一定要网开一面呀，徐哥，求您了。常总监，算了，让他们几个停薪留职观察一段吧。好的，徐总，我这就按你说的办。多谢您大人大量，我来帮你擦鞋，我还要带女儿去抢房。爸爸，我有点困了，能不能去旁边的沙发上睡一会儿啊？好，晴晴先去旁边沙发休息会儿，爸爸在这儿等常总监。好。徐总，刚才门口真是误会呀！我明明已经警告过他们，一定要好好接待了，可他们还是办砸了事，真是给我找麻烦。没事，鸡毛蒜皮小事而已，最重要是孩子快乐的成长。走，办手续吧。没事，鸡毛蒜皮小事而已，最重要是孩子快乐的成长。走，办手续吧。徐总，请您放心，我们景兰湾的楼盘配套在整个海城都是首屈一指的，一定能让您一家住得舒心。
只要晴晴能够评价高的话，后续我也考虑对咱们开发集团进行追加投资。就冲着您这句话，我们静南湾一定将您一家当亲生父母一样伺候。只要您有需求，我们刀山火海都给您躺平。常总监很有上进心嘛，我很期待，那就看你表现了。是，没问题，徐董。徐董，你女儿晴晴呢？难道没和您一起来吗？啊，她累了，在旁边休息。明白了，小孩子一定是玩累了。说来惭愧，今天吃错了东西，直到现在，这肚子一直还疼着了。你赶紧去方便吧，一会儿啊，我带晴晴转转。好，多谢徐总理解。晴晴，怎么样？有力气了吗？好多了，爸爸，我们去看房子吧。好，我们看好房子就在这里住下，在你大大的床上摆满你喜欢的毛绒小熊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挑一个最大最漂亮的房子，走。哇塞，这里高楼都好漂亮啊！瞧这小女孩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肯定又是光看没钱买的穷鬼。爸爸，这里的房子都好漂亮啊！静静，这里房子不仅漂亮，而且它都是现房，可以拎包入住呢。那当然了，静兰湾的房子当然漂亮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一分钱一分货，这里的楼盘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买得起的。只有像您二位这样的上流人物啊，才有能力入住。这话我爱听啊！想必咱们静兰湾楼盘的住户住的都是上档次的人吧？那当然了，全是上流人物。买了静兰湾，你就有拓展不完的高端人脉，没准你下楼遛个狗都能谈成一大笔买卖呢。老公，我们就买这里吧。当然可以，我身为新上任的售楼总监，还能争取公司的内部折扣呢。小声点儿。你今天上任不是要秘密视察吗？别让人听见。爸爸，我们也买一个吧，一定要买一个最好看的，好不好？就你们也配？就你们也配？宝贝，你喜欢哪个，我们就买哪个。哦，我想要那个是最好看的。啊，小陈，你干嘛？售楼部小姐，你为什么打我孩子？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好，给我搞区别对待是不是？这片别墅是整栋楼的核心，也是精华所在，正好符合你二位上流社会的身份。至于你们两个溜进来吹空调的穷鬼，别到处乱摸，否则你8辈子都赔不起。售楼员小姐，我带我女儿是来买房子，你非但不接待，还恶语相加，打我孩子，这就是你们售楼部的待客之道吗？我听不懂你要说什么，你这是想捣乱不成，要找茬？真没素质，没想到在静兰湾这么高端的地方也能碰到穷鬼呀！哎，就是真掉价。这位先生，我们静兰湾接待的客户都是达官显贵，这来来往往的人少说也得开个保时捷，带个劳力士。你呢，连个屁都没有，还好要进来，还让我接待，你也配？你呢，连个屁都没有，还好要进来，还让我接待，你也配？说得好，上档次的地方就是要跟你们这些穷鬼拉开差距。好一个拉开差距，把以貌取人、嫌贫爱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小妹妹啊，听话，你跟你爸爸呢，在这凉快够了，就赶紧出去，而且手不要乱碰，否则你爸爸是要赔钱赔到坐牢。你也不想以后再见不到你爸爸吧？谁说我爸爸没钱？我爸爸有的是钱。我再重申最后一遍，我们是来买房的，不是来找麻烦的。我不差钱，你按我说的做。嘿，对于你们这种底层来说，万把块确实算得上是有钱了，但估计连静兰湾的一块地板砖都买不来吧？啊，哎呀，那我要是说，
我要把这里全买了。你要是能把这全都买下来，我这售楼员也不干了，免费给你女儿当一辈子保姆，如何？得了吧你，那还不如我自己在家舒舒服服的，自在的很。我才不要你这种势利眼的保姆来照顾我。什么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说什么呢？我说你是势利眼。你这人怎么教的孩子？你老婆是死了还是没有文化？怎么生出来这么一个满嘴恶臭的野丫头？来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骂一遍。来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骂一遍。哎呦，朋友，你不但没钱没势，你还想打女人啊？啊！我打他，他欺辱我女儿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简直是垃圾中的垃圾，畜生中的畜生，动不动就威胁人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只要我在这儿，售楼部的任何一位女士的毫毛，你敢动一下，我就废了你。老公真棒，英雄救美，够绅士。这上流的绅士和底层的畜生，真是天差地别。话不要说的太死，谁是上流，谁是底层，过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看来我没给你点颜色瞧瞧，是给你脸了。看到没？这可是沙包大的拳头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售楼处不允许大家斗殴。王经理，这对穷妇女来售楼处蹭空调不说，还骚扰我接待其他客人。这我好像没看错，这个好像是格兰米菲的裙子，一件要10几万的那款。莫非他们是故意装穷的？你什么意思？还想不想干了？怎么，穷人就不能买房吗？谁叫你这么狗眼看人低的？还想不想干了？什么意思？还想不想干了？怎么，穷人就不能买房吗？谁叫你这么狗眼看人低的？还想不想干了？王经理，我错了。这位先生，您别太生气，稍后赠送您一些本楼盘的小礼物，以略表歉意。还不快去准备礼物给2位客人？王经理，我现在有资格买你们静兰湾的房子了吗？当然有，本楼盘绝不搞歧视，您就放100万个心吧。王经理，我劝你考虑清楚，你要是这么说的，我们可就不买了。我们可不想跟穷鬼住在一个小区。女士，您看小女孩的衣服款式眼不眼熟？刚才没仔细看，他这身是格兰米菲。对，所以这是个误会，大家闹了个乌龙。老公，确实是个误会，我们确实冤枉人家了。哎呀，你别听风就是雨的，我觉得没错啊。小姑娘，阿姨刚才嘴快，你其实没有恶意的，你原谅阿姨好不好？哼，阿姨，你是一个坏人，我才不原谅你。这样吧，依我看，大家都相中中心的别墅区了，那我去准备，稍后带您去商品房那边。哎，不是吧？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？难不成你们静兰湾？行了，老公，都是一个层次的人，哎，互相留点面子，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合作呢，你说是吧？我们要把目光放长远，不要目光短浅，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，让自己后悔。好吧，我就给我老婆这个面子，这件事儿这么算了。对嘛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以后说不定上下楼低头不见抬头见呢。一会儿我请客，请大家吃下午茶哈。哎，好。江江，爸爸要去买点喝的，你想喝什么？我想喝橙汁儿，那种带大果粒的，我觉得超级好喝。好，爸爸这就去买，等我啊。江江，怎么回事啊？来，起来，爸爸看看。爸爸，有人欺负我，不让我在沙发上休息。宝贝，先不哭啊。是谁欺负我女儿？哪个畜生？是小爷我。
个小子，你父母没有告诉你不对其他小朋友要有礼貌吗？当然教过。那你为什么欺负我女儿？他活该，谁让他坐错位置？不长眼的人就该被教训。宝贝，你坐到位置了吗？我没有，坐的地方没有人，是空的。不信你看，空的又怎样？这里有男士的座位，有女士的座位，有老人座位，有孩子的座位，就是没有穷人座位。你个土不拉几的小穷人，要睡觉去大街上睡去！臭小子，赶紧向我女儿道歉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吃过小夜枪？哈哈哈哈！一个大穷鬼，一个小穷鬼，尝尝我小爷厉害！教养臭小子，我今天要替你父母教训你！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爸是谁？知道我妈妈是谁？我先命令你放开我，然后跪下来磕头道歉，否则不会原谅你。管你父母谁，跟我什么关系？你欺负我女儿，就得向我女儿道歉。爸爸妈妈来救我！爸爸妈妈来救我！就是叫你祖宗也没有用，赶紧向我女儿道歉！臭穷鬼，等爸妈来了，我有你好看！等你爸妈来了，我连他们一块儿揍！住手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？妈妈，这个坏大叔和他的女儿一块联合欺负我。这位先生，你竟然打小孩子，太过分了吧！刚才是一场误会，我已经给你们台阶下了，你竟然还不知足，拿我儿子报复！是你儿子先欺负我女儿的，我替我女儿讨回公道。你们家孩子该好好管管了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敢说我儿子没有教养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儿子可是3好学生。刚才在这里追我，还用水枪追着我打，你看我的手都摔破了。你胡说！分明是你这个小穷鬼先来这里捣乱，我是在维护公共场所。你这孩子原来是英才的学生啊！是的，怎么了？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呢？是你儿子先欺负我女儿的，就应该道歉。他有错就得认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是英才的教导主任，我老公则是这镜兰湾的开发总监。本来我老公今天第1天上任，想秘密视察，不想闹事儿，但是你们欺负我儿子，就必须付出代价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真是搞笑呀！你儿子仗势欺人，还让我们付出代价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就想问，还有天理？凭什么？我不管真相是怎样的，既然你已经动手了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限你们1分钟之内从这儿滚出去，要不就别怪我找人把你们给拖出去。告诉你们，我妈妈是学校主任，我爸爸是楼盘的老大，小爷我在这里，我说1，没人敢说2。就算你抢买房，也得问问小爷我让不让。你儿子都嚣张成这样了，你作为父母也不管一管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！真是让我长见识。你这有点小钱就目中无人的土包子，还敢对我和我儿子指指点点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来人啊！今天就让你们妇女知道什么叫做以牙还牙，10倍奉还。把他们都给我拿下！可是这2位是常总的。什么常总王总？我老公高总监才是你们的老大，敢违抗命令，小心你们的饭碗！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抱谁的大腿都是宝。既然已经得罪了常总监，那就跟高总监做事吧。对，确实非常正确。你们动手之前最好想清楚，如果你们动手了，没有后悔药，想好。小穷鬼，你就跟你那个爱吹牛逼的爸爸一块受罚吧，别说我区别对待。个臭小子，你青青，我警告你，赶紧放开我，我饶不了你。小丫头，我劝你赶紧道歉，不然有你的罪受。青青，住手！儿子，这个下等人打了你多少下？11、12，打了我100下。你胡说，你说谎，你不是好孩子，你说谎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还1000下，打完再把他们丢出去。
再在门口挂上他们的照片，写上啊，从今以后这对父女与狗不得入内。就从你这个小贱坯子开始，给我打！爸爸救我！放开我！爸爸救我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记住，我绝对不会轻易饶了你。别着急，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既然你用巴掌打我儿子，那我就用棍子还回去，这很合理吧？妈妈，棍子！好儿子，妈妈这就给你出这口恶气。住手！常总监，你不是跟我老公在谈业务吗？怎么会来这里？都给我滚开！没事吧？徐总，没事吧？是什么徐总？什么老总？不过是一个大穷鬼，一个小穷鬼罢了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我就告诉你们了，徐总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你们还敢跟他动手？滚！贵客？什么贵客？这怎么可能？常总监，我算是认清咱们楼盘的真面目了。以趋炎附势为荣耀，以嫌贫爱富为标准，这样小事我真害怕给我女儿带坏了。恶心！徐总，这帮人只是个例，个例。你们还不敢给徐总道歉？这可是你老公都惹不起的人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徐总，你看我儿子只是犯了所有小孩子都会犯的错误，您是大人，犯不着跟个小孩子计较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吧，好不好？就是，而且你打了我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哼！放肆！少在这给我打马虎眼！你还不赶紧让你儿子给徐总女儿认错，否则这件事不会轻易结束。我没错，是他们的错，我不道歉。常总监，我今天跟徐总是有点误会。但是你跟我老公都是总监，你们平级，想压我不可能，想道歉你自己给徐总道歉吧。好，既然你不服管，那我就以你们扰乱楼盘销售的名义起诉你们。你说什么？老常，你敢起诉我老婆？爸爸，常叔叔让我给这个小穷鬼道歉，但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没错。宝贝儿子，放心，爸爸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高总监，你儿子欺负我女儿，并拒绝道歉，而且多次颠倒黑白，我找你讨个公道，没错。我只看到你和常总监联合起来欺负我老婆孩子。老常，你起诉我老婆，逼我孩子道歉，这事儿今天不给个说法，这是没完，懂了吗？老高，徐总可是盛世集团里的大人物，你平日纵横你的孩子，欺负别的小孩就算了，难道今日你要为偏袒你孩子惹了徐总？你可要想清楚。哼，这金兰湾的住户里面达官显贵多了去了，不差他一个，想买就买，不买就滚蛋，真的是开什么玩笑？难道我们还缺客户吗？听到了没，常总监，你没必要为了一个外人跟我们闹翻脸。我今天跟徐总是有点误会，但是咱俩各退一步，对谁都好。毕竟你女儿在我的学校上学，你住的地方又是我老公管辖的楼盘，惹了我们夫妻俩，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。我为什么要在你们定的选项里做选择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如果我要把你们整个地产集团都买了，你说什么？把整个集团买下来？这基本上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了啊！看来这徐总口气还不是一般的大，要买下整个集团，怕是连海城首富都做不到吧？真是吹牛逼不上税，我还说我能把整个华尔街都买下呢。真是吹牛逼不打草稿。徐总啊，我奉劝你，这静兰集团可是上市公司，市值1000个亿，有的是人脉和资源。就算当年的海城首富，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勉强收购到手里40%的股权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徐总，我知道您是盛世集团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但收购静兰集团确实有点天方夜谭。
这真的不是一件小事。你们不许笑我爸爸，既然我爸爸都说了，那他就肯定能做到。你爸爸要是能把我爸上班公司买下来，我就给你当马骑；你要是买不下来，我就把你屁股给打开花。行啊，那看到时候谁哭鼻子，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哭鼻子的。徐总，我是看到你同是上流社会的人，才会对你客气的。你要和我硬刚，那我也不会虚你。好呀，高总监，上流社会的人是吧？真了不起。等会儿你就知道到底虚不虚。老婆，通知财团，10分钟之内把静兰集团强制收购。好，如果你能够收购，我现在二话不说，立刻让我们的家人和你道歉。我看啊，这徐总今天是要丢大人了。有点身份就来静兰湾耍大牌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徐总，这时间马上就到了，怎么一点股市异动的信息都没有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行了，今天这事儿都是因为我接待徐总五洲引起的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徐总，我对你道歉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替我道歉。错的是他们，不仅让他们道歉，还要他们滚蛋。我女儿生活的道歉，不允许这群害群之马存在。哎，小慧，吹，你继续吹呀，反正还有10几秒钟，你这收购的牛皮就要吹破了啊！哎呀，你笑吧，我看你还能笑多久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这静兰集团最大的股权在海城首富手里，他可宝贝着呢。你想强制收购，除非让他心甘情愿扔了这棵摇钱树。你觉得这可能吗？你觉得这可能会发生吗？海城集团首富很厉害是吧？如果他惹了我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他破产。哎呦，连海城首富都不放在眼里了，一会儿是不是连玉皇大帝都变成垃圾了呀？啊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徐总，难道你真把静兰集团买下来了？不可能啊！就算被强制收购，跟你也没什么关系，只是巧合。巧合？你等我就知道了。老公，静兰集团已经买下，你现在持有公司60%股份，拥有绝对控制权。什么？60%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呀？我现在是静兰集团的老板，你们都变成给我打工的。我让谁滚蛋，谁就得给我滚蛋。我让谁加工资，谁就加工资。你们全得听我的。呸呸呸！你个爱吹大牛的土包子，我爸肯定等会儿给你打屁股尿流。别乱说话。徐总，这个童言无忌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您别在意，别在意啊。好呀，我可以不在意。如果你从我女儿的学校和生活中滚出去，我就不在意。徐总，都是误会，是我教子无方，我给您道歉。还他妈还不赶紧把这个小兔崽子给我教训一顿！好，我现在就教训他。让你惹事，让你惹事，这下我跟你爸爸饭碗都保不住，以后怎么给你买你喜欢吃的东西？快给苏晶晶同学道歉！苏晶晶同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徐总，您看这孩子都道歉了，要不这事就这么算了吧？你们一家3口这个害群之马，还想祸害我女儿生活，我为什么要留这个隐患？我都道歉了，叔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跟我一个孩子计较什么呀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既然你都这么嚣张跋扈，你父母的行为肯定更加恶劣。所以呢，不
不让他们吃点苦，我坐立难安呀！这是他们咎由自取，你明白吗？徐总，我知道错了，哎，我给您下跪道歉。张总监，从今天起呢，高总监的所有职务全部免除，开除出静兰集团所有职务和位置，你重新安排，听到了？是，徐总。还有你们，如果还想拿到离职补偿的话，把这一家三口给我赶出去。请徐总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徐总，网开一面啊！你就饶了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徐总，徐总，是我们规定的心情，饶了先知啊，徐总。哼，真是便宜那家伙了，还没让我骑大马呢。金金乖，爸爸已经把坏人赶跑了，这回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啊，知道了吗？爸爸放心，晶晶一定给你考个年级第一，让你脸上有面。是你说的哦。拉勾勾，不许变，谁变谁是小乌龟。徐总，接下来是否需要我单独为您预留一间办公室，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我帮您安排的呢？不用了，以后我不会常回来插手管理，日常运作的话就交给你负责吧。做得好的话，少不了你的风光。感谢徐总信任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晴晴，老婆，我们去选房子吧。好，选个你们喜欢的房子。